瓜子吧，百灵果，乖。台湾通勤搭捷运的时候就可以听，开车的时候可以放着，就听睡眠前的时候听的。随口一问，你听过 Podcast 吗？民众马上能回答出哪档节目是自己的心头好。2020年被称作 Podcast 元年，根据数据，2019年全球的 Podcast 节目大约只有32万档，但到了去年，总数却超过88万档，短短1年成长翻倍。所以现在有开录啊，耶！他们是台湾通勤第一品牌，简称台通。主持人晨晨和嘉伦把他们的工作室取名蛇窝，两人就在这小小几坪大的空间，产制出一集又一集精彩节目，流量坐稳全台 Podcast 前3宝座。因为其他也才2万多块而已，对，就是跟什么主机，跟显卡一样，你都有钱买显卡，如果你要做这个，不投个2万多，跟门槛很低啊。相较 YouTuber 的摄影器材 ，Podcast 只要收音工具，门槛低，容易进场。台湾 Podcast 节目2020年跳跃式成长，2019年新增500多档，但2020年全年增加6000档，数据像云霄飞车往上冲。如果8月到12月比的话，我们大概光是聆听量就成长蛮多，成长了625%。在我们平台上能够听的频道数也成长了950%。基本上是曾经阻碍 Podcast 盛行的技术条件都一一被克服，就是我们有很好的行动网络线，非常便宜，就是1个月你只要跑499块，然后再加上很好的蓝牙耳机技术，那再加这个是一个软体的硬体的因素。那软体的因素，我觉得是也跟疫情不无关系，就是因为疫情大家都减少聚会，然后很长时间你是在家，比如说你可能在家上班、在家上课，那你有很长时间是需要独处的。那 Podcast 一直很常被人家强调是说，这是一个陪伴感强的媒体，所以说也是因为这样子，它这些的特质在疫情里面特别的被强调出来。除了慢慢经营的素人，也有不少网红在2020年尝试 Podcast 节目，增加管道，用声音陪伴粉丝，多一个触及平台。大概前10名、前20名，其实有蛮多都是 YouTuber， 本来在 YouTube 或者 IG 都已经有蛮不错的粉丝数量、粉丝群众的人。那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也是一种推波助澜的原因，然后所以就让去年这个大爆发这样。不过，这样的现象能维持多久？因为根据调查，全台节目中30天未更新的占比已经高达40%。可是你爱录不录就不会有听众啊，对，听众要养成习惯，那每周就是台东就是要上2集，你不上2集那就不爽，对不对？其实我们也怕了，因为你不上2集，你名气也会，对啊，你名次也会往后退，因为它其实排行榜其实也是鼓励你一直创作嘛。所以你持续创作，其实对自己也比较有利啦。1周2更应该算是最低标。嘿，低标。或许就像台通说的，如何稳定输出内容才是挑战。创作家自己本质的强项是在做哪方面的东西？其实我们常常跟 podcaster 或者是想要投入 podcast 创作家讲这一块。如果你可能是深入一开始可能 podcast 红的时候，很多人是讲一些偏喜剧，或者讲一些好笑尬聊的一些内容，那大家会想说，我是不是要往这个方向走？但是如果你本身是一个资深的会计师或者资深律师，你其实有很多额外的专业的一些就是专业的一些领域的一些背后的东西可以跟大家分享的话，其实然后你自己本身就不是一个喜剧演员的话，其实你反而做的内容应该是比较偏这方面的。长度的话，我们看到台湾这边是有偏比美国这边的数据稍微再短一点点。那台湾大概平均还是差不多在20到30分钟左右。这件事会有很多人竞争，但不会泡沫化。所以泡沫化就是这一切是假的。你收听人众就是你吹很大，但你的收听人数很少。对，但是事实上没有这件事情。那你有很多人下广告，但是广告没有效益。在出现这些特征的时候呢，我觉得泡沫化才要来。所以我觉得现在只是刚起步而已。
台通对 Podcast 前景信心满满，把所谓的 Podcast 元年当成起跑点。目前全台固定收听的民众约在100万到200万之间。不过，像是 Podcast 已经很成熟的美国，听众数是人口的1/3，算起来台湾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对创作者来说，这个市场其实很自由，你才是决定这个市场的人。虽然人家可以不鸟你啦，你决定是你自己在喊的啦。事实上，人家可以完全不鸟你啊。可如果你东西做得不错的话，一定会有人鸟你，真的，绝对。